主席，本人係就推動鄉郊旅遊議案發言嘅。本人係作為新界東南直選嘅議員其實長期都關注新界東南呢個鄉郊嘅發展啦。咁喺度首先要感謝陳學鋒議員啦，提出咗推動鄉郊旅遊嘅議案，我係全力支持各位議員嘅修正案添嘅。西貢作為新界東南生態嘅寶地既有麥理浩徑嘅一第一段啦、西貢海啦、橋咀洲啦等呢啲世界級嘅自然景觀嘅。當然啦，亦都有頭先教授所講啦，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烏蛟騰抗戰遺址等，呢啲係珍貴紅色嘅資源。最近係因為四山旅遊嘅規劃都備受關注。我自己落區嘅時候經常聽到市民有兩大訴求。第一就話週末旅客係比較多，但係旅客就集中係短線嘅一啲鄉郊遊，好多都係遊山後就會直接離開，好難係帶動一啲餐飲同埋零售嘅產業。第二就話鄉郊嗰啲配套不足，我諗呢啲政府都知道，同埋我估計都係不斷咁樣去優化當中。但係當中提到就係關於鄉村村屋經營民宿嘅手續嗰度可能真係要諗啲計仔係點樣可以簡化一去。咁今日嘅議案同埋修正案亦都係恰好係對呢啲嘅痛點係提出咗解決嘅方法，係值得大家參考。首先原議案提出係善用天然與人民資源，簡化規管以提振鄉郊經濟，完全係契合西貢發展嘅實際嘅。西貢海沿岸漁村風情濃厚，橋咀洲嘅地質奇觀吸引咗大量本地與海外嘅旅客。當然啦，我哋嘅世界地質公園其實已經享負盛名。我哋點樣可以再優化佢呢？呢個係值得去深究。包括我早前已經係有一個倡議就係講我哋要將呢個世界地質公園係申報世界自然遺產，而之後可以聯動我哋內地其他嘅板塊，即係嗰個地殼嘅板塊嘅省份一齊去申請。咁呢啲都可以將佢升級，更加吸引唔同嘅旅客係嚟到去參觀。另外劉業強議員係喺修正案中提出就紅色旅遊路線啦，優化四徑設施低空觀光航線3項建議其實對西貢嚟講都係可以講話係度身訂造嘅。斬竹灣抗日英雄紀念碑係國家級抗戰紀念嘅設施，烏蛟騰村更加係港九大隊活動嘅根據地。如果能夠將呢啲嘅遺址設立抗戰文物徑嘅話唔單止能夠係弘揚我哋愛國嘅精神啦，更加可以吸引係粵港澳大灣區研學團嚟到嘅。咁成為咗獨特嘅旅遊亮點。至於喺四徑優化我平時喺不同嘅會議都講得多啦。西貢係有麥理浩徑嘅第一段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就可能關於交通等等配套問題我已經有具體方案俾咗相關嘅政府部門，咁希望可以係盡快考慮，同埋有一個即係長遠嘅規劃。包括我自己提出就係要設立電動觀光車接送，咁其實喺其他景點呢啲已經係好普遍嘅。希望政府真係可以落實。咁當然啦，如果係未必係完全參考我嘅方案嘅話，都可以睇下點樣可以攞到裏面嘅一啲嘅好處去最後落實做到出嚟。陸頌雄議員提及就係簡化民宿同埋餐廳牌照嘅建議咁其實我哋西貢都收到好多即係村屋嘅住戶都同我哋講都好希望點樣做經營民宿就算係村民其實想俾一啲行山人士提供買賣一啲嘅小食傳統小食，譬如咩蝦醬魚蛋呢啲咁其實都係有一個法律嘅顧慮嘅。咁因為佢哋好簡單啫嘛，其實啲行山客唔係日日出現，可能即係假日星期六日多。但係如果佢要一個好大嘅成本其實佢就未必會做呢件事。咁呢度可能都要即係睇下點可以簡化程序幫下佢哋。咁其實總括嚟說主席，咁鄉郊旅遊其實係新界東南甚至全香港旅遊經濟發展嘅大課題嚟嘅。咁西貢海山海風光啦、紅色記憶鄉村風情正係我哋香港旅遊多元發展嘅寶貴財富。我堅信嘅落實咗今日議案同埋所有嘅修正案必定能夠讓我嘅選區西貢成為香港鄉郊旅遊嘅典範，吸引更多旅客走進西貢，感受鄉郊嘅魅力，最終實現旅遊興區、經濟惠民嘅目標。主席，本人謹此陳辭。